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知道这一栋大楼在11年前，英业牧师还在神学院的时候，可是有很多神学院以及台湾许多年轻人来这里抗争，因为这里要都更，有一个钉子户，他们的权益，当时我们觉得是受到压迫的。但如今2年以后，钉子户也协调，如今已经盖成很舒服的都更，大家都住在这里。现在英业牧师回想起来，幸好那时候抗争的时候、抗议的时候，我们谨记在心，无悔的话一句都不可说。我们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，让听的人我们也能够知道神的心意，因为唯有神是知道事情应当要怎么样来行。英业牧师曾经也抗议过许多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回想起来或许抗议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有理，但有时候真的长了时间以后，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就像这些孩子一样，我们好像在爬高，我们好像是在人生有许多的时候，那个是阶段性的。等我们长大了或时间过了，我们就真知道这个有许多的事情在神的手中才是那个事情的真相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分享一件事就是今天感谢上帝让我能够明辨真理，在神的眼光去看，而我没有说出那污秽的话，而是随时说造就人的话。感谢神。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是有7件事很想抗议，很想说一些什么没有问题，但我们先带到神的面前，恳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我们当说什么，免得我们在日后20年、10几年以后我们懊悔。我们的家庭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们分享一件这样子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一起来分享数算神的恩典哦。手看手，祈祷的手。